大家好，我姓黃，叫 Donna， 係一位催眠治療課程嘅導師。我想介紹下我嘅解夢工作坊。10月18號將係我第7場嘅解夢工作坊。唔少人都試過發噩夢，有時被嚇到彈起，飆冷汗，醒返都好難瞓返。第二日精神狀況、情緒都可能受到影響，但之後又冇理會，噩夢繼續而嚟。其實喺我哋身邊有唔少朋友長期受到噩夢嘅困擾，尤其係一啲重複嘅噩夢，影響到睡眠質素、身體、心理健康嘅質素，好無奈、無助。另外，有冇試過發一啲稀奇古怪嘅夢啊？感覺上莫名其妙，想搵個人傾訴，但係都唔容易。解夢工作坊讓大家喺一個安全、平靜、放鬆嘅環境下，去探索自己嘅心靈，抒發自己長期嘅壓抑，或者埋藏多年嘅渴望。好多時連自己都唔知道，原來長期嘅壓抑同埋渴望，要通過解夢去認識。所以學習解夢係一個深入透徹了解自己，學習做自己治療師嘅過程，從而提高睡眠質素、身體、心理質素同埋生活質素。我哋嘅生活質素。解夢係一個自我潛能、資源發現、自我成長嘅過程。解夢工作坊以小班為主，目的係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分享、受到關注，都有機會實習解夢嘅方法、技巧，學習做自己嘅解夢師。大家對解夢工作坊或者個人解夢輔導有興趣，請隨時打個電話俾我。我個電話係90306536 90306536。你都可以嚟我嘅 Facebook 或者我嘅 blog， 入邊有大量嘅工作坊同埋解夢嘅分享。你可以睇到經過解夢，心理質素、身體健康同埋生活質素都大大改善，揾到一個真正嘅自己，活得更加自在、開心。大家一齊探索夢境，跨越夢境，活出夢想。多謝大家。